前一阵仔，伫咧台东一间透天厝熊发生火灾，厝主讲可能是伊的无线耳机咧充电的时阵发生爆炸。目前消防单位也搁咧追查这火烧的原因。毋过讲到咱过去定定会听到内底有装置电池的这类产品发生爆炸事件。根据消防署统计，全台湾伫咧去年发生火灾的案件有91件，拢和锂电池有关系。 消防队员入去室内拍火，现场是规个乌烟，然后腿爬起哩，全部拢熏甲乌乌。伫台东一栋3层楼的人家厝，熊倒火。我老婆他们有尝试用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湿毛巾都没有效。大楼熊倒火，还阁听会到爆炸的声音，内底4个人随走出来。 这个厝主讲，那亲像是因为伊讲无线耳机充电的时阵，内底锂电池爆炸导火。不过这火是烧甲真猛，消防队无排除导火的所在，附近有看开会烧起来的物件，火火是愈烧愈旺。手机或行充吧，就是都会放在床头，然后就是会拉延长线，然后就这样充。就是床旁边就有插座，所以很方便。除非它突然很烫，我才会拔掉。 手机啊、耳机、智慧手表啊，大部分的3C 产品拢有锂电池。实际去行路问民众，袂少人拢惯势放伫咧眠床头充电。万不离锂电池若有去烧到有损害，只要充电，导火风险就会直头加悬。 你不要有受到重撞击或者冲击，正常使用情况下，它问题或风险并不是那么高的。以锂电池产品来讲的话，它的灭火最主要还是以大量的水来灭火是最重要的，不可以用布啊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盖它哈。去年全国火灾通报有17000多件，有关锂电池产品的有91件，以行动电源上济。这个火灾若是耳机内底的锂电池所致，嘛是全台湾头一个。 消防署表示，若拄到锂电池导火，上较有效的方式是会当浸伫水底降温，或者是用大量的水甲火枪互化。记者综合报道。